后来，另外这边倒摊起的天龙城大楼听图的工程来到第8天，透早有一只鸡家己飞落来，目前还有2只鸡甲3只猫仔掉伫内底。啊，即摆是拆到第7楼，也毋过也是无看到康老师的猫仔。花莲县政府讲，伫咧收拾到民众的财产的时阵，并无看到动物的尸体，后续嘛会甲受困的动物赶到安全的区域，才过来施工。另外有动保团体希望会当来推动人士，甲动物救援加入灾害防救法当中。安尼一来，到底是要先救灾，或者是先救动物，引发着争议。天王星大楼继续咧拆，大大细细厝遐中有一只鸡仔徛伫顶悬，看前看后，替家己找出路。看起来真孤单，因为含伊做伴的另外一只早就已经风赶落来啊。它飞下来的。它飞下来？对。是一只飞下来，还是2只飞下来？一只。伫人仔来拼性命食饭，互吊伫内底9天，已经大肠过小肠。除了伫咧顶悬的鸡仔，阁有一只互更紧电掉，其他的鸡仔拢已经互救出来。预计今天会把7楼拆完。天王星今仔日的拆除进度来到7楼，这层楼嘛是捌看到康老师猫仔迄层楼，不过原来也无看到猫仔。有去捡拾民众的一些财产啊，那捡拾的过程都没有发现那个动物的尸体。灾害防救法救援对象只有人，没有动物。大楼哪拆除哪救动物，就有动保团体发起联署，认为宠物甲人共款，会受到地动风台这的天灾影响，提倡台湾灾害防救法应该加入动物救援的部分。他们的行为比较不可控啊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去做捕捉的动作，所以我们都只能就是用类似驱赶的方式，将他们赶到安全的区域。大型的机构继续咧学，应该救财产也是动物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就是希望会当两全其美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